来，这个民众党政治现金的小白，到即卖还回未清。民众党来证实，讲刷落来会找第三方公证单位专门来查销。另外，阁来传出讲，因为民众党来反弹的声音真大，所以郭文铁爱黄珊珊主动来撕掉立委。也毋过，民众党的发言人讲，从来拢无听过这种代志。不是谁下令不下令，有需要有必要，我们就会看。无人下令停开查销的记者会，郭文铁竞选总部的总干事黄珊珊讲，政治现金小百问题议员的清查，这是身为善后小组的调集人，黄珊珊的身份难免被质疑，这是球员兼裁判。风声讲，郭文铁打算成立第三方公证小组，专门来查销。但是不是没有让黄珊珊来查证，要找这个第三方的单位呢？依照平面媒体报道，为了避免小北的争议继续扩大，各界积极加郭文铁推荐人选，包括前立委张其禄、赖香玲、陈婉慧、历任的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、周如修拢被点名。另外，毛人建议讲，直接找专业的会计师来负责。看他有多少诚意啊，总不会只是找我们来背书啊。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有它一定公正性跟专业性嘛，来就会有这个第三方进来，但是这个第三方会是一个公正的签证的会计师。敢真正拍算要找第三方来介入，发言人无否认，也过讲会先以黄珊珊为主，将小目查核清楚，再个转互有签证会计师处理。另外，依照党内人士伫讲，伫中评会开会进前，郭文铁就希望讲黄珊珊家己请示，甚至私底下有问黄珊珊，外界讲你应该是立委，你安怎看？黄珊珊甲讲啊是安怎都爱是。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，但我也去问了，也没有这件事。面对风声，拢无承认，不过即马又搁发生讲有来自中港澳的政治现金前有小百问题，后有党内斗争，民众党的示威真正是有够济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